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 Mr. Fun 嘅頻道。2040至2060年之後，85%嘅工作會徹底消失。你唔使返工，工廠、辦公室、醫生、律師、程式員，甚至頂級藝術家同中產階級，所有人都會被 AI 同機械人取代。到時我哋最大嘅問題唔係點揾工，而係無公開，錢從邊度嚟？今條片我會將未來嘅財富來源分得一清二楚。195%99%無業嘅普通人點樣有錢使，甚至發達？0.01%5%老闆同創業者點樣繼續賺到爆？首先，假設兩件事已經發生。第一，人類平均壽命去到300歲，但生理年齡永遠維持20-35歲。第二，因為 AI 同機械人生產力爆炸，所有東嘢生產成本趨近零。喺呢個世界 ，UBI 全民基本收入一定會出現，而且金額絕對夠你過舒適人生。但 UBI 永遠只係舒適，唔係發達。真正決定你最終屬於邊個階級嘅，只有一個問題：冇公開之後，你仲有冇能力產生現金流？以下9條先至係普通人喺未來最實際、最硬核嘅財富來源。我會逐條講晒點操作、點賺、風險同上限。第一條 UBI 永遠嘅底線，80%人主要收入，政府每月直接派錢。根據當時 AI 稅基，金額會介乎3000至5萬美元，夠你住、夠你食、夠你玩，每日打機瞓覺，做全身保健。呢個係底線，冇人會餓死。但你想再向上，就要睇下面8條。第二條 AI 全權投資顧問，普通人最大翻身王牌，零技術門檻。2035年之後 ，AI 預測金融市場準確率95%99.9%，你只要有幾萬蚊本金，交晒俾 AI 管理，年化回報10到40%，複合增長，輕鬆跑贏通脹同 UBI。重點完全零門檻，連股市 ABC 都唔使識。呢條路係未來最公平嘅新流動，又係最多普通人翻身嘅方法。第三條真實自媒體加虛擬 IP 經濟，中產最大財路。2040年後，99.99%內容由 AI 生成，人類只想睇真人生。你嘅第一次300年人生離婚，第一次喪親人之痛，第一次意識上傳失敗嘅真實記錄，先至係稀缺。AI 幫你剪片、翻譯多種語言，賣 NFT 周邊，運營全球粉絲經濟，頂尖1%年，賺幾十億美元，前10%輕鬆過千萬。呢條路唔需要你有錢，只需要你夠膽俾全世界睇你最赤裸嘅人生。第四條，情懷資產交易，最穩陣嘅被動收入。當所有新產品都可以零成本複製，唯一複製唔到嘅就係曾經被特定時間、特定人觸碰過嘅實物，例如過去嘅錢幣郵票、NBA 稀有卡、寶可夢卡、親簽物品。呢啲情懷資產可能會10年升值10、50倍，300年後可能升到天文數字。普通人只要由今日開始有意識儲存真實顏色，多年後自動變億萬富翁。第五條，新世代精準賭博與概率市場，萬億級灰色財路。未來會出現大量合法 AI 做莊嘅概率市場，天氣、不同運動、不同事件都會成為賭博來源等。普通人可以用 AI 做莊，或者用更強 AI 做玩家，賺取信息差同概率差，風險高，但回報同樣誇張。已經有國家開始試行。第六條，極少數人類限定職業競爭殘酷，回報爆炸。高端性工作者，現場宗教儀式主持，極限運動陪練，頂級真人藝術表演，盛餐，競爭程度等於今日頂級網紅成1000倍。但一旦進入頂尖0.01%，年收入億計，甚至可以賣門票俾 AI 富豪同民生貴族。普通人靠上練已經過到富貴日子，但真正嘅贏家會進入另一個次元。第一類核心資產擁有者，佢哋擁有頂級 AI 公司股權，未來 NVIDIA 加 OpenAI。太空採礦權、量子算力中心、地球核心地段永佔權、知識上傳、納米機械人等核心專利組合，因為機械人創造嘅100%分增價值都歸資本，佢哋財富增長係指數級。私人太空站、海洋浮動城市、定製基因後代、機械人私人軍團，全部係現實。第二類新世代創業者，到時創業已經唔係為錢，而係為7種更高層次需求。1. 極致稀缺體驗，只有人類先感受到嘅事。2. 永久明星與崇拜。3. 純粹因為好玩。4. 解決問題。5. 探索宇宙未知。6. 把現實變成大型遊戲。7. 領導超大型DAO同星際項目，因為有300年試錯時間，未來瘋狂創業者嘅數量會比任何時代都多。佢哋唔再為錢，而係為咗將自己嘅名字刻喺銀河系嘅歷史之上。所以未來冇人會餓死，金錢亦唔再係問題。人類會追求更多人與人之間嘅連結，更多探索，更多創造記憶。個未來唔係科幻，而係已經開始嘅現實。你準備好未？有任何睇法都可以喺下面留言討論。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請 like 訂閱同撳埋個鐘仔。下條片我哋再睇未來 AI 點樣改變我哋嘅教育以及學習，一步步為未來做好準備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係 Mr. Fun，我哋下條片見。